里面朋友了爷爷，今天外面吃吧。好。爷爷饭给你。老师，哎，来大爷来，来干啥呢你？哎，来的这么早，来。啊，可以做饭了，大爷去叫个柴火。好。老师，火好了。好。哦，这个锅可以。开饭了。爷爷，饭怎么样？啊，好吃。那就吃多一点。来，大爷，吃肉吧。自己吃肉，给我个刀吗你？每次来都是一样的。来，爷爷，吃肉。爷爷，啊，让呀让呀，来吃吧。
饭咱一起不吃。我不吃哎。我去孩子。好爷爷。